澳門而家似乜鬼？周街都係抑鬱仔，用嘅政策係鴕鳥，寫個安慰叫我咪自卑。只要我懶惰了，網絡上嘅人生變咗每日嘅提示器，假嘅勵志氣，所謂希望就係我耳機，片面笑你，沾沾自喜嘅人同你張飛講你是非，數據冰冷彼此欠缺，不住幾百日嘅點閱，面對佢哋勁淡定嘅演說，做節目嘅一位，佢哋需要染血，幻想自己可以生個變鳳凰，幾百萬小朋友嘅單位，而家學時候讀書唔識繁體，呢個病疾嘅社會俾佢做生仔，出嚟為咗送座。佢做嘅嘢已經上黨營，令佢嘅垃圾直嘅上樂評，香港已經蝕咗張國榮。八個失意我揸，抑鬱嘅想法仲未至於可排，但一直都纏住我啊！所有嘅問題都支住我啊！俾佢治癒我，好似所有病無輕病，我就用冇望人哋替我舒服。嗰啲演員作白，多謝個人收夫婦，讓面嚟個個呢個鼻子嘅用戶，至少我估同埋好大功夫飾演呢個節目，這傷好快抹晒啲痛苦，往下去直接咁樣結束嘅吧。係咪佢死咗就可以解決呢一切？冇你會啲後生仔處理態度自私得滯，我想改變呢一度。但我資質廢，澳門而家似乜鬼？其實仲有啲乜計？係咪佢死咗就可以解決呢一切？冇理會啲後生仔處理態度自私得滯，我想改變呢一度，已經遲得滯。澳門而家似乜鬼？周街都係抑鬱仔。第三個問題就係澳門市民好關心外勞啊，自殺率高企同埋呢個政治，我諗都係大家都係做緊自己嘅好啊。